科外科嘅謝卓華醫生為大家講解一下。其實依家做血管嘅手術啦，有好多嘅，咁就包括咗開刀或者微創嘅啲血管康維手術啦。咁如果喺我哋呢個新華醫院裏邊咧，基本上每年咧都有過百宗呢類咁嘅手術嘅。其實絕大部分咧95%以上咧，其實都係因為個血管硬化或者老化或者啲創傷性嘅問題引起嘅病，要去做啲手術嘅。咁你話真係血管發炎而引起嗰啲咧，其實就係屬於少數嘅咁你如果甚至話去到係高安氏症，即係吞下書之前引起嗰啲併發症而要做手術咧，其實喺即係我自己20年經驗裏邊咧，咁耐咧，其實得幾個症係有咁嘅需要做呢啲手術嘅啫。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係好唔常見嘅呢啲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仍然有啲症咧係都係血管發炎引起嘅。咁最常見嘅就係一啲病人佢有需要喺個頭部或者頸部嗰度做一啲電療嘅治療咯，例如一啲鼻咽癌嘅病人咯。咁因為佢電療完之後咧，有時有啲併發症就係咧會影響咗啲血管嘅健康嘅。咁嗰啲血管咧亦都會有一個血管發炎嘅情況出嚟。咁時間耐咗咧，咁嗰啲血管都會收窄或者閉塞咁樣。咁嗰啲病人如果要做治療嘅話，其實喺我醫院裏邊一年都有即係數十宗嘅。一般嚟講，我哋而家有嘅技術咧就分做兩大類啦。咁第一類咧就係傳統嘅開刀手術。咁開刀意思咧即係話咧一係咧就做一啲搭橋嘅手術啦，即係或者啲繞道嘅手術啦，或者咧成條血管咧就用人造血管換咗佢。咁呢啲係啲傳統開刀嘅手術嚟㗎。咁另一類咧就係一啲我哋叫血管腔外手術或者啲微創手術啦。咁個做法咧就係我哋唔係打開晒個肚嚟做，或者打開個心口嚟做手術㗎啦。咁我哋喺個血管裏邊咧，喺血管嗰度咧吉一個窿，然後經過嗰個窿咧放一啲儀器入去條血管裏邊。咁嗰啲儀器咧就會喺適當嘅地方啦，喺啲收窄咗或者閉塞咗血管嘅地方咧，就放一啲支架或者一啲儀器咧，將條血管擴闊翻佢，賺翻寬佢，或者如果有血管瘤嘅話咧，就封咗嗰條壞嘅血管。咁視乎個病情啦。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兩大類啦。一係就開刀，一係咧就一啲微創嘅手術。咁你見到呢一度嘅一啲即係呢一類咁嘅人造血管啦。呢類咁嘅人造血管咧，就係我哋開刀嘅時候用㗎啦。咁嗰條血管如果係壞咗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用呢啲咁嘅人造血管咧，就取代咗佢。咁一係就成條血管切咗出嚟，就換咗一條血管落去聯針聯實咗佢㗎。或者咧，嗰條血管閉塞咗嘅時候咧，我哋就做一啲繞道嘅手術啦。即係一度塞咗啦，咁我就喺另外喺上下咧搭一條橋出嚟。咁就取代咗原先壞嗰條血管咯。咁呢啲俗稱就係啲搭橋嘅手術。咁呢就係一啲傳統開刀嘅手術嚟嘅。呢啲手術即係個效果就仍然係非常之理想。咁但係個唔好處就係要開刀嚟做咯。咁所以變一個創傷性會比較仲係大啲嘅。咁呢另一類咧就係啲微創嘅手術啦。微創手術佢用到嘅儀器咧就係呢一類咁樣咯。咁呢啲你見到就係啲微創手術嘅支架嚟㗎。微創嘅支架。咁我哋就即係如果條管係收窄咗嘅話，或者閉塞咗嘅話咧，我哋就會放啲儀器入去條管裏邊啦，咁就將個閉塞咗嘅地方、收窄嘅地方咧，用個通常用個波咯，所以人哋俗稱話即係通波仔。咁但係我哋就唔係喺心臟通波仔嘅，喺其他血管嘅通波仔嚟嘅，就暫闊翻嗰條血管，然後就放一啲咁嘅支架喺血管裏邊。咁就維持佢個即係血液嘅流量啦。咁呢個就另一種。咁有時如果條血管係本身係脹大咗，形成血管瘤嘅話咧，咁我因為驚條血管就話穿嘅話咧，我亦都會放啲咁嘅支架喺條管裏邊咧，就封咗個血管瘤，咁等血管瘤就冇得再大或者冇得再流血嘅。個原理就會係第一個咁樣。咁而家咧，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咁對於患上有關血管炎嘅疾病之後，喺康復期同埋手術之後，大家要注意嘅地方。一咁就係要保持心情輕鬆愉快啦。由於要好好保護血管，避免血管收窄而導致中風，除咗服食有關嘅醫生處方藥物之外，仲要好好控制情緒血壓，避免受到不必要嘅刺激，令到血壓飆升。應該保持心境平和，將以前所有快速動作同埋行動減慢。二、生活同習慣嘅改變。一般患上咗任何一種血管炎罕見疾病嘅病人，大多數嘅體力咧都係比較喺未患病之前遜色，容易疲倦。由於免疫系統出問題，所以會影響身體容易病。所以每次人多聚集嘅地方，
咁嘗試習慣戴上口罩嚟保護自己，咁盡量避免免疫系統受到細菌嘅侵襲。咁另外，亦都要注重家人同埋家居嘅衞生，唔應該避免餵養寵物而受到細菌感染。同時亦都要避免俾貓狗爪傷皮膚同埋血管所引起嘅併發症出現。第三點，飲食同運動。為咗身體健康，咁所以要多食有益同埋保護血管嘅食物，例如少油、低脂肪、足量蛋白質同埋豐富嘅維他命嘅食物。多飲暖水，反而要減少進食辛辣同埋冰冷嘅食物。每日做適當嘅帶氧運動，例如太極、游水。咁啊，